明月光，為何又照地堂？寧願在公園躲藏，不想喝湯。任由目光留在漫畫一角，為何望母親一眼就如罰留堂？孩童只盼望歡樂，大人只知道期望，為何都不太懂得努力體恤對方？大門外有蟋蟀，回響卻如同幻覺。Shall we talk? Shall we talk? 就當重新手拖手去上學堂。陪我講出我們最後何以生疏，誰怕講，誰會可比得過孤獨探過？難得可以同坐，何以要忌諱赤裸？如果心聲真有療效，誰怕暴露更多？你別怕我。明月光，為何未照地堂？孩兒在公司很忙，不需喝湯。And shall we talk? 斜陽白趕一趟，沉默令我聽得見葉兒聲。